欢迎收听4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士师记的13章13到25节。士师记13章13到25节。我们今天呢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2章46节。耶稣说：我来到世上，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，胜过死亡的权势，让人经历到死不是人的终点，死后还有永生。而且在人的肉体死之前，我们就能够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光，照在我们生命的黑暗当中。今天的经文，这对夫妇在那个年代里，好像就活在黑暗当中。也透过今天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看到到了新约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救恩应验之前，上帝的心意早就是要拯救人出黑暗入光明。今天的这对夫妇，在人看来是不生育的，他们似乎绝了后。对当时来说，特别是妇人，真的是很绝望啊。然而上帝就在这当中差派使者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士师记啊，当时的人很多都在得罪上帝，因为13章一开始就说，以色列人又离弃耶和华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这个活在异教信仰，活在异教的政权，甚至没有生育的妇妇，在这个时候，上帝竟然主动找到他们。然而今天这段对话过程中，我们更是发现，有时候上帝找我们，我们还真的是不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上帝没有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误以为上帝没有向我们显明。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就发现这妇人呢，领受了这个上帝的使者对他说的话，然而他没有完全的把他所领受，特别是对将来的这个儿子，上帝对他有一个美好的心意，他忘了，或者是他根本没有说到，他没有向他的丈夫马诺亚来说。而马诺亚一领受这样一个很奇妙的话，他不断的想追问，想知道未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一个儿子，更想知道这个儿子他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。然而现在的他们却在属灵当中是盲目的，因为到这个对话即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就在那个献燔祭和素祭给上帝的时候，原来这个对他们说话的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属于这迦南地任何一个神明，而是上帝亲自差派的使者。当人看见自己的盲目，就像今天这段经文所说的，马诺亚就在那里说，
我们必要死了，因为我们看见了神。真的啊，当人活在黑暗中，当人没有真正认识上帝，我们会误以为上帝的审判是要叫人绝望，上帝的审判是要叫人毁灭。但其实不是的，上帝的审判是要恢复上帝创造人生命的次序，是要恢复上帝创造人生命的价值。上帝的审判也是在恢复，不只是人，整个受造界他的心意要实现在人的生命当中。因为只有创造我们的才知道我们真实活的意义是什么。而马诺亚夫妇就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，这位妇人也就是参孙的母亲，她好像才发现属灵的心窍被打开了。她对她的先生马诺亚说，如果上帝真的要杀我们，他怎么会悦纳我们所献的祭呢？他怎么会将这些事情指示给我们呢？他今天不必告诉我们这些啊。所以想必上帝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跟计划。当人看见自己的盲目，觉察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，他们的生命就经历了从上帝来的光。这光使我们开启属灵的视野，不活在黑暗当中。就好像今天奇异恩典这个题目，它原来的作者是一位还有黑人做奴隶的时代，专门在载运这些黑奴的船长。然后他生命自己经历到上帝临到他生命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过去是如此的盲目，自己过去是如此的罪恶，甚至他过去还亵渎上帝。在那里经历真实的悔改，而就在那悔改当中，上帝挪去他属灵里的迟钝，给他敏锐上帝的心意，也让他谱写了这首歌《奇异恩典》。所以当每一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是一个人经历属灵的盲目到属灵的视野的这个过程，是上帝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，他对马诺亚夫妇的心意，是要叫他们按着上帝的心意教导这个儿子参孙，并且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祝福，是要这个儿子成为在将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的这个角色，成为士师。而我们今天也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，上帝主动寻找我们，但我们有没有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呢？所以我们更是要来祷告，求主来医治我们属灵的迟钝，愿他的光来光照我们，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。即使环境如此的黑暗，即使疫情似乎看起来是一个让人更容易忧虑的可能，然而我们靠着这位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找到了真实的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好像这对夫妇，有时候在黑暗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就这样过就好了，这个环境可能不会更好了，但主你却让我们
因着你主动的领导，我们发现在人所说的真的如同人一样是有限的，然而那有限的在主的里面才有可能突破，因为你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能力，你胜过这世上一切的限制。这个世界也是你所创造的，你让我们得着这样的盼望，你又告诉我们要来依靠你，与主来同行。你让凡信你的人不住在黑暗中，因为你的光已经照在我们的身上。也不只是我们领受这个光，更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反映出主你的光。主你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得拯救，得丰盛。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帮助我们。我们所有的是上帝你给我们的，我们所能的是上帝你所赏赐的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就近你，好叫我们不停留在自己的眼光，而是被你来扩张，活在主你奇异恩典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开启你属灵的视野，看见他对你美好的计划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